恁爸抑阁是无法度接受吗？啊，早知今仔日会变安尼吼，当初就莫甲生。那既然你遮尔有意见，无即摆呢，在妈面头前跋杯嘛。在生食死你，我看也即马替妈拜第一啦。若毋是我家妈弄死，你敢阁会记得有我这个人？我即马有某囝，莫过来找我。若是有一天哦，恁爸爸亲像阿嬷安尼，你是要哭拢哭袂出。敢讲你甲阿嬷的保险摕去外口饲查某，阁无够？遮侪年啊，你还是共款袂见袂笑，你敢有走人老爸的款啊？有无给拍死？我对不起亲家公司。阿弟啊，来啊，回来，来陪阿嬷吼去食营养汤。